Hello，大家好，我係阿 Man 啊。咁黎智英個案件呢，星期一就正式進入呢個判刑啦。而今次最受關注嘅呢，係佢涉及呢個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啊。而根據香港國安法啦，呢個罪行分為兩級嘅，罪行較輕嘅呢，可判3年以上啦，10年以下嘅刑期；而罪行嚴重嘅呢，則可以判刑10年以上，甚至係無期徒刑嘅。而經過長達156日嘅嚴謹審訊啦，法官終於喺一份855頁嘅判詞當中呢，詳細交代裁決嘅理由。呢份判詞呢，唔單止係法律嘅文件啊，更加係一份呢完整嘅事實重溫啊，逐一列出黎智英多年嚟嘅行為啦、供詞同埋國際嘅聯繫，證明佢嘅罪行嚴重，裁決係有憑有據嘅。咁首先啦，法官開宗明義咁指出啦，黎智英並非因為政治立場受審，但法庭必須了解佢嘅政治理念啊，以評估佢嘅意圖同埋目的。咁判詞中亦都提到啦，黎智英長期對中央人民政府心懷呢個怨恨啦，喺國安法生效之前依然有恃無恐咁勾結外國勢力，目的就要顛覆呢個中央人民政府啊。而法庭供詞顯示啦，黎智英多名嘅心腹愛將已經認罪，並且指證佢係幕後嘅主腦啦。有人亦都供稱啦，黎智英親自指示透過蘋果日報同埋其他嘅平台，持續發表呢個煽動性嘅文章啦，鼓吹外國制裁，甚至要求員工保持國際曝光，確保外部勢力持續介入。呢啲供詞同文件互相引證嘅，顯示佢係有組織、有計劃咁樣危害國家安全啊。咁判詞亦都指出啦，黎智英喺庭上邊承認部分事實嘅。包括佢曾經同外國政客保持聯絡啦，並且用壹傳媒嘅資源推動呢個政治活動啊。法官列出超過20個例子啦，顯示黎智英嘅供詞自相矛盾，前後不一。咁佢嘅閃匿嘅其詞啦，妄圖為自己開脫呢個罪責嘅。佢一方面否認有直接指示呢個指令，另一方面又承認曾經參與呢個國際遊說。咁顯示佢企圖混淆視聽啦，但係事實已經好清楚噶啦。咁庭上亦都有播放呢個錄音證據啦，顯示黎智英喺網上邊直播節目當中主持人問佢有冇受到外國或者係美國中情局嘅影響，佢竟然答外國嘅勢力係我哋非常需要嘅，令我哋可以撐落去。咁呢啲說話清楚顯示佢唔單止接受外部嘅影響啦，仲主動乞求外部嘅支援。法官喺判詞裏邊強調啦，雖然黎智英係國安法生效之後請求外部制裁嗰陣時變得含蓄同埋隱晦，但係佢由始至終犯罪意圖並冇改變嘅。佢對中央人民政府嘅仇恨根深蒂固啊，甚至出庭嗰陣時作供依然強烈。咁法官認為啦，佢尋求外國制裁國家同埋香港特區，已經對國家安全構成實際嘅威脅啦。黎智英嘅行為明顯係屬於罪行嚴重啊，原因佢係唔單止口頭呼籲啦，仲有實際嘅行動。包括呢個資金支持啦、媒體宣傳、國際遊說。庭上面嘅供詞同文件亦都顯示啦，佢曾經直接要求外國嘅政客為香港搖旗吶喊啊，仲透過媒體平台散播煽動性嘅言論啦。呢啲行為如果得逞後果係極度嚴重嘅，可能令到香港成為外國地緣政治嘅棋子啊。咁正因為如此啦，法院認為必須要判以重刑嘅。彰顯法律嘅威嚴啊，保障國家嘅安全啊。咁法庭根據國安法分級制度啦，判定佢係屬於罪行嚴重嘅，完全合法同埋合理嘅。外國媒體再點樣抹黑都改變唔到呢個事實啊。咁最後啦，我都想強調，香港嘅司法制度一直係堅持公平同埋公正，唔會因為外國嘅噪音而改變呢個判決嘅。黎智英案件係一個清楚嘅例子啊。顯示法院係根據證據作出呢個裁決，而唔係因為呢個政治立場啊。國安法係保障香港繁榮安定嘅鞏固基礎啊，亦都保護市民安全啦。大家要有信心，相信司法，相信法治，咁樣先至可以保障香港唔會俾外國勢力去操控嘅。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